青磚不語，為綠而美。超榮幸收到斗門連州鎮政府嘅邀請，女王擔任田園夢想家2025連州閒置農房設計大賽嘅評委。呢一場大賽真係意義滿滿啊！因為承住國家8000萬工程嘅東風用設計盤活閒置農房，將舊嘅農房變成特色嘅民宿啦、文創小院、田園空間，既喚醒咗鄉村沉睡嘅資源，亦都為咗連州嘅文旅發展注入咗新動力。經過各組別嘅激烈角逐，各組金獎銀獎逐一揭曉啊！最高贏到1萬蚊嘅獎金，有幸成為今次嘅評判，真係我嘅榮幸啊！睇住呢啲充滿巧思嘅方案彷彿就能夠預見到未來連州水鄉嘅新模樣啊！百場黛雅，映着河涌，舊屋新生帶動鄉村文旅啊！呢啲先係真正嘅鄉村振興啊嘛！期待呢啲作品能夠一一落地，讓更多人能夠睇見連州嘅美。記得點讚關注哦！